紧紧紧，来来来，紧来紧听，慢来减听一半。听有着，趁有着，脚爷咧狗斗换一招。老人毋讲古，少年的毋捌宝。来哦来哦，紧来哦，故事要起鼓咯。若是讲到咱新港，讲互你捌，喙手就好拍结。较早新港、深港，或者新港、新港，是为线西乡分出来的。因为鹿港港口互土沙拄咧的影响，自安尼才变做新兴的港口，所以大家甲叫做新港。不离过，台湾嘛有另外一个所在叫做新港，伫嘉义。两个新港定定互人佛家无煞煞，连批信不时就送毋着。迄时阵，双边用抽口的方式来决定，落尾咱才甲号做新港、深港。新港的地理真特别，东边是河美，南边挖鹿港，西边就是大海，台湾海峡。每一天天拍扑啊光，海边就闹热滚滚。查甫人过竹排啊出海，查某伫岸边分鱼仔，囡仔烫赤骹，入海泳撞来撞去，生活过甲真安稳。头家李贵姓是鹿港市中华的李姓，真深色，阁好记忆。李林红是红，红半天。好兴念是念念啼啼，报倒倒是倒一半。啊，咱新港咧，新港歌去啊！哈哈哈哈！不离个，慢请是咱新港的葱头甲红蒜头嘛拢真有。新港的寒人气温低，风势真强。空气中含沙土，种的葱头皮黄，水分悬，无咸味，肉色纯白，是台湾本土品质上好的葱头。煞喙尾，无讲你毋知，咱新港的红蒜头是真罕见的红皮蒜，气味咸，阁芳，蒜油丰富。你若买无着，心肝会碍虐。即款机会毋是定定有，骹手搔搔就食无。人客官来到新港，毋通漏到食好料。现咬的蚵仔会当做蚵仔煎、煎蚵底、蚵仔汤和蚵仔，用料实在。食起来拢真鲜，阁有一味庆虾饺，虾饺酥，敢若12月到3月才有。大家拢掠做虾饺为鹿港来的，论真大部分是为咱新港掠的哦。除了蚵仔甲虾饺，还阁有海产糜、沙肉鱼，食一轮。保证恁腹肚饱饱饱，面仔喙笑目笑，食甲歹个啊！佮带恁来去新港世界踅踅捞捞咧。咱新港人信仰妈祖婆，从细汉到老，妈祖婆都亲像老母共款，看过规个砖头，甲海上的船只。才有真侪正神护灵、三合院，拢是祖先留落来的。遐个红砖墙、插头门窗、小册的厝遐，世界拢秘着济济的故事。伫弯弯弯弯的巷仔内，有3只公仔的铁工厂，离进步的
家步做衫裤店，阁有4节的丝仔卖工厂。厝内底是客厅，嘛是工厂。翁仔某小生理照起工，一步一步做。正全新工业区成立了后，一寡人开始去工厂上班，整理嘛愈来愈闹热。新港自以早就有风头水马的称号，大渡溪为北面出海，溪口波头规大片的蓝仔地，哪人光莹莹的日头照伫蓝仔地顶面，各种虾仔、蟳仔豆豆仔咧散步。寒人真济过冬鸟伫遮集活来。伫水鸟自然公园出入的鸟仔种类大约有235款起去。搁较特别的是，每一冬11月，嘴仔长长的土人狗仔会为西伯利亚飞来，一直带到过冬冬4月才搁飞走啊！恁敢有听过高架戏？咱泉州村是台湾高架戏的发源地，甲南管、北管做结合，有文戏的幼路，嘛有武戏的水开，真精彩。迄时阵，敢若戏棚仔搭起来，规个庄仔内亲像过年共款，连囡仔人拢加减会晓唱2句啊。后来看戏的人愈来愈稀微，大家惊伊的失传，就拍拼要甲伊留落来。泉州社区甲新港国中同齐成立高架戏社团，互学生囡仔学高架戏甲搬戏。即马外口的天色已经暗啊，今仔日的故事就讲到这。咱新港有真济好食的物件，甲好耍的所在。返去厝里，阿公招阿嬷，阿爸载阿母，少年家招兄弟姊妹，楼顶坐楼骹，做伙来新港佚佗。来来来，有买多谢，无买感谢。一个少年家要一块蒜头，迄个太太要一罐红葱头，玲珑玲珑花玲珑，买10世未食过，鸡头项尾4价踅。